中國的海客集團 Crazy Hunters 去年開始入侵這馬偕病院甲中華基督教病院系統，偷摕患者的資料，佇咧網絡頂頭賣。檢方是有查到2個台灣人已經起訴，也對這個海客集團發布通緝。檢警來搜查約談2個查甫人涉嫌聯絡海客集團負責將下泰達被美國來病院的病人告知，以及部特別準備。這買賣是暗網交易對話海客集團 Crazy Hunters 去年入侵馬偕甲中基系統，竊取病院病人個資，佇非法論壇咧賣。當初不法集團佫講有千萬筆患者資料，專含15情節，甲海客集團被個資的2個台灣人，互北檢以個資法起訴，簡稱中當量刑。檢察官依違法收集利用個人資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訴，並審酌被告2人法意識薄弱，所為恐將致多數民眾受有不可測之侵害，請法院從重量刑。檢方批評涉案的姓鄭甲姓劉查甫人得手民眾資料，牽涉病理醫療、基因、健康檢查等運輸個資，不過2人竟然為了牟利，買這個資佫賣出去，積極嫌犯對話記錄發現異向。Telegram 的被告表明都提到資料，強調名單攏是有名佫有價值的人。醫療相關的資料，它事實上在這個整個暗網上面市場價是非常的好的那原因是因為它裡面這個參考價值是非常高的。社會上的一些這種比較有威望的一些有名氣的一些人士，他們是不是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比較偏隱私的問題，對這些名人來發動一些這個所謂的威脅等等。專家分析，海客集團經病院下手，甲資料有真懸的可信度有關係。若病人個資外泄，連醫師院內情權資料攏可能洩露。目前中國海客集團已經獲檢方通緝，不過人一天無抓到，就驚過趁機會犯案。若各機關無強化治安，個資攏有外漏的風險。屆時陣可能就會產生詐欺、恐嚇等犯罪問題，對個人會造成侵害。記者綜合報道。